为着后代罢免喜爱。为响应全国罢免联署，民进党台南市党部展开户外设档，服务户籍伫咧外地民众以及游客，互民众会当安心联署。伫清明连假期间，台南的观光旅游人潮济，民进党台南市党部特别停困，结合志工朋友协助联署。虽然台南不是罢免的战区，但也募集到1460份的人数。在这一次的这一个各地的这一个罢免的区域当中，以非罢区来说啦，非罢区来说，我基本上台南呢能够冲出这样的成绩哈，其实老实讲是非常的难能可贵。如果就其他的县市的比较的话哈，我们当然没有办法跟罢区比较，但是就非罢区的比较来说，台南应该是算比较热烈的一区。而身为这个民主首都啦哈。然后透过这一个直接联署的方式来展现我们参与这次大罢免的这个决心跟行动。除了台南市党部之外，其实很关键的原因呢，其实是有罢团志工的参与哈，才能完成这一份的这个成绩单啊哈。在过去这10天哦，台南的党部办这个活动，其实造成了非常大的效应。第一个就是会让大家觉得说，我们不是罢免区，但是我们却还是积极的去响应这样的活动。然后其实不管是在网络啊、脸书或者是在 Trade， 其实在过去这一段时间哦，我们的那个分享应该是观看跟分享是直线飙升。那其实也让更多的人看到台南人的努力，然后还有我们主委的努力跟团队的努力哈。我想这个外溢的效果影响是非常清楚的哈，非常让大家都看得非常清楚，然后也都非常感动这样。主委郭国文表示，这罢免人数目前检数名次分别为黄建豪、郑正乾、罗廷伟、严宽恒、丁学忠、廖伟翔。后续会将这联署书交予立委沈博阳，发送予各个地区的罢免团体。记者张秀仪采访报道。